大家好，又見到張心芬師傅啦。嗱，今次拍呢條片咧，係同大家咧去解釋一啲咧，我遇到最近好多一啲嘅迷思啦。可能由於今年啦，2026啦嚇，大家都好驚啦，喺個南位啦，五黃到啊點算啊？師傅話你之前教咧，我哋擺咗個6個玻璃盒喺個五黃，今年啊嗰個南位，咁點算啊？使唔使移啊？使唔使轉啊？喂，你搞清楚先，我教你哋擺呢一個6個盒咧，係根據奇門遁甲裏邊咧9運裏邊去計數嘅，所以唔需要考慮飛星裏邊嘅五黃啊、二黑啊，甚至咧較後嘅時間咧，你會見到咧咩七赤星啊、是非啊、三碧啊、賊星，你唔需要理呢件事，因為奇門裏邊計嘅已經係遠遠超越咗飛星裏邊嘅一啲組合，所以唔使太擔心。本身個6個盒裏邊已經包含咗好多化解嘅一個元素喺裏邊嘅，所以唔好再擔心就係五黃會有咩問題。仲有唔好喐嚟喐去，同埋仲有一個迷思就係、你幾時擺呢個6個盒就計10年嘅時間，不過要框住個框架喎。喺呢一個9運裏邊，即係幾時啊？2024至到2043裏邊嘅10年。咁即係話你越早擺，你嗰10年咪早啲完咯。你遲啲擺就可能個10年咧就遲啲完。但係如果你只係剩翻2-3年先至去擺呢個6個盒，喂9運完㗎啦，所以冇10年。嗱，記得啦，唔好受任何飛星喺五黃呢個位置影響，或者南位再見到任何唔吉利嘅星，冇關係㗎，記得啦。